而家同大家讀娛樂新聞，請大家讚好支持。電影《寒戰1994》最新預告正式曝光，今次動作可以話相當大陣仗，一出片已經引起廣泛討論。新一集將時間線推前至1994年，即香港回歸前3年。故事背景更加敏感同關鍵，牽動住整個權力結構變化，令觀眾對劇情走向更加好奇。今次預告最大賣點係三大陣營勢力全面浮面，包括警隊高層、商界權貴同黑道勢力，三方面互相角力，形成一個錯綜複雜嘅權力網絡。預告片節奏明快，多個鏡頭快速切換，每一幕都暗藏伏線，營造出一種山雨欲來嘅緊張氣氛，令人感覺到一場大規模鬥爭即將爆發。演員陣容方面，可以話係今次最震撼嘅地方。電影集合多達40位實力派演員，一齊參與演出。橫跨唔同年代同風格，由資深戲骨到新生代演員全部齊集，形成一個極具分量嘅演員班底。呢種晒冷式卡士喺近年港產片之中相當罕見，亦顯示製作規模相當龐大。預告片入面，唔少重量級人物逐一亮相。其中包括飾演黑道核心人物嘅魏浚笙，今次角色形象同以往大有不同，氣場明顯轉型，坐鎮黑道陣營，成為其中一股關鍵勢力。片中所見，佢嘅角色沉穩之餘，亦帶有危險氣息，令人對佢喺戲中嘅發揮充滿期待。同時，資深演員白只同太保亦有重要戲份，兩人過往演技備受肯定，今次再度參與大型警匪題材電影，預料會為劇情帶來更多層次同張力。而葉童嘅出現亦成為焦點之一，佢嘅角色身份暫時仍然神秘，但從預告可見，應該同權力核心有密切關係。除咗黑道勢力，警隊方面同樣充滿張力。預告暗示警隊內部並非鐵板一塊，高層之間存在權力鬥爭，同時面對外界壓力同政治環境變化，令局勢更加複雜。呢種內憂外患嘅設定，一向都係寒戰系列嘅核心特色。今次前傳更進一步放大呢種矛盾。商界勢力方面，預告雖然着墨唔算太多，但可以見到同樣舉足輕重。商界人物似乎喺背後操控資源同利益流向，與警隊同黑道之間存在千絲萬縷嘅關係，形成一種互相利用又互相制衡嘅局面。故事主線圍繞一宗重大事件展開，呢單案件唔單止牽涉警方行動，更逐步揭露背後嘅權力交易同利益輸送。隨住調查深入，三大勢力逐漸浮出水面，各自為利益出招，令整體局勢越來越緊張。值得留意嘅係，《寒戰1994》被視為整個系列嘅重要拼圖，除咗補完過去未交代嘅故事，亦會為之後劇情發展鋪路。有指電影將會擴展成一個更完整嘅寒戰宇宙，將唔同角色同事件串聯起嚟，形成更宏大嘅世界觀。從製作角度嚟睇，今次電影規模明顯升級，不論動作設計、演員人數，定係故事格局，都比之前作品更進一步。預告中可見多段大型行動戲份，包括緊張對峙同高強度行動，
畫質同氣氛營造都相當到位。另外，今次選擇以1994年作為背景，亦為故事增添歷史厚度。當年正值香港社會轉型時期，各種勢力暗流湧動，呢種時代氛圍同電影主題互相呼應，令劇情更具說服力。綜合目前釋出嘅資訊，《寒戰1994》無論喺演員陣容、故事設定定整體製作，都展現出強大野心。40位實力派演員連環登場，加上三大陣營全面對決，令觀眾對電影正式上映充滿期待。而所有謎團同角力，亦將會喺大銀幕上一一揭開。距離姜濤4月30號生日仲有半個月，但全城已經提早進入姜濤誕氣氛。姜濤香港後援會今年繼續出盡力，將港鐵銅鑼灣站其中一條隧道打造成430生日隧道，一曝光即刻成為最新打卡熱點，大批姜糖已經急不及待去朝聖。今次生日隧道設置喺港鐵銅鑼灣站內，由4月15號開始一直展出到5月5號。成條隧道都換上姜濤最新生日主題設計，以紫色同粉紅色做主調，兩旁牆身貼滿巨型相片、生日字句同應援圖案，仲有多個大型燈箱同裝置，令原本普通嘅車站通道一秒變成姜濤專屬生日展覽。最搶眼嘅位置就係隧道中央特別設置咗一個大型430發光裝置，象徵姜濤4月30號生日。唔少粉絲一入到去，第一時間已經企喺個430前面影相。仲有人專登帶埋應援牌、手燈同公仔去打卡，場面相當熱鬧。除咗生日隧道，後援會今年仲喺銅鑼灣其他地方同步推出多個應援活動，其中包括喺金百利中心外牆掛上大型廣告，由4月3號開始展出，一直到4月30號。成幅廣告非常巨型，遠遠已經睇到姜濤個樣，唔少途人經過都會停低望兩眼。另外，今年銅鑼灣主題仲走懷舊舞台風格，後援會特別加入錄音電話亭同舞台元素，俾粉絲可以錄低祝福說話送俾姜濤。成個設計有少少似大型音樂劇場景。氣氛比以往更加誇張，後援會仲準備咗限定甜品站，吸引唔少粉絲排隊。除咗銅鑼灣，尖沙咀方面都同步有大型生日企劃。後援會推出全新卡通角色姜爸姜媽，仲設有巨型打卡位、應援電車同慈善快閃店，成個4月幾乎變成姜濤月。有粉絲更加笑言，今年唔止一日生日，而係成個月都係姜濤主場。今年亦係姜濤27歲生日，所以後援會特別將今次企劃升級。據了解，早喺4月初開始，後援會已經陸續公布唔同應援內容，包括地鐵廣告、戶外大型屏幕、主題佈置同慈善活動，希望將生日變成一個全港參與嘅盛事。而隨住生日越來越近，唔少姜糖亦已經開始喺社交平台分享現場相片同短片，有人專程請假去打卡，有人更加一日之內走勻銅鑼灣同尖沙咀兩邊應援地點。現場亦見到唔少外地粉絲專程嚟香港，只為親身參與今年姜濤誕。有網民睇完之後都話，
近年香港已經好少見到有藝人生日活動搞到咁大規模，由車站隧道、戶外廣告到主題活動，幾乎遍佈全港，證明姜濤人氣依然驚人。仲有人笑言，銅鑼灣站呢條隧道未到4月30號，已經提早變成全港最旺嘅生日派對現場。近期英皇娛樂籌備25週年大型演唱會之際，音樂總監黃湘俊突然宣布辭任，引起娛樂圈同樂迷高度關注。據了解，距離正式開 show 只剩不足1個月時間。黃湘俊凌晨喺社交平台發文，表示自己早前已經完成演唱會大致流程設計，但之後發現整個音樂方向逐漸偏離原本構思，加上一直未能同部分歌手直接溝通，最終決定辭去音樂總監一職，即日生效。有消息指，呢次突然離任，令外界擔心演唱會會唔會出現混亂，尤其之前已經有歌迷投訴，宣傳海報同實際演出名單未完全一致，甚至有人擔心買咗飛之後，先發現自己支持嘅歌手未必有份上台，形成所謂貨不對版嘅疑慮。對於呢次人事變動，天后容祖兒就公開表示，自己同黃湘俊一直保持溝通，亦相信對方係經過深思熟慮先作出決定。佢認為演唱會團隊本身規模龐大，即使有人離開，都未必會對整體造成重大影響。目前大家仍然按既定計劃推進準備工作。不過另一個更加吸引外界注意嘅焦點，就係歌手張敬軒到底會唔會參與今次英皇25週年演出。由於佢同公司關係密切，加上過往多次參與大型活動，所以一直被視為重要演出人選。但直到目前為止，公司仍未正式確認佢是否會登台，令唔少歌迷繼續密切留意最新消息。另一方面，張敬軒最近喺社交平台上嘅動作，亦成為全城熱話。有網民發現，佢突然大規模取消關注大量藝人同朋友，包括多年好友同合作夥伴，例如王菀之、容祖兒、關智斌，以至新生代歌手林家謙同泰森耀樹等，都被列入取消關注名單之中，數量甚至超過1000人，引起外界各種猜測。由於時間點正正接近佢宣布參與政府正向引導項目導師計劃前夕，所以唔少網民都懷疑今次社交平台大清洗會唔會同形象轉型或者工作方向有關。不過目前為止，張敬軒本人未有詳細解釋，只係保持低調處理相關問題。至於被取消關注嘅藝人之中，其中一位就係近年人氣急升嘅泰森耀樹。當記者問到佢點睇呢件事時，泰森就表現得相當淡定，表示自己其實都有主動聯絡張敬軒，亦相信對方一定有自己原因，冇必要過分解讀，更加唔會因此影響彼此關係。泰森甚至用半開玩笑語氣回應，話如果要講最想取消關注嘅人，可能反而係林家謙，因為平時約對方食飯經常約唔到，令現場氣氛即時變得輕鬆，亦顯示佢對整件事抱住幽默態度面對。其實張敬軒今次取消關注事件之所以引起咁大討論，除咗涉及人數多之外，
另一個原因係當中包括唔少關係密切嘅朋友同合作夥伴，例如同門藝人同多年好友，都未能幸免，令外界更加關注背後真正原因。有網民甚至擔心佢係咪情緒上出現壓力，或者生活上遇到重大轉變。不過亦有分析認為，社交平台管理方式改變，或者單純整理追蹤名單，都有可能導致類似情況，未必一定同人際關係有關。因此呼籲外界保持理性，不要過分猜測。隨住英皇25週年演唱會日期逐步逼近，外界焦點仍然集中喺演出陣容同節目安排上。由於呢次活動象徵公司成立25週年，對品牌形象同市場影響都非常重要，因此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被外界放大檢視。業界人士普遍認為，今次事件反映娛樂產業運作越來越透明，觀眾亦更加重視資訊準確性。同時亦顯示大型演唱會背後涉及大量協調工作，一旦核心人物變動，就容易引起連鎖反應。至於最終張敬軒會唔會登上英皇週年舞台，音樂總監人選又會由邊位接手，相信未來幾星期之內就會逐步有更清晰答案。而一眾樂迷亦會繼續密切留意事態發展。近日香港電影圈再有新消息，人氣男團成員歐振豪被傳正式加盟電影《九龍城寨之終章》，而且仲會飾演一個對劇情發展非常關鍵嘅角色，戲份相當重要。預計同多位主角會有大量對手戲，為整個故事線帶來新變數，令唔少影迷都即時關注。據了解，上一集《九龍城寨之圍城》喺香港上映之後，票房衝破1億，成功帶動城寨題材再次成為熱話，所以續集終章未正式上映，已經備受市場期待。製作團隊亦希望透過加入新面孔，為系列注入新鮮感同新能量。消息一出，不少網民都形容今次係小鮮肉上位，因為歐振豪近年由偶像歌手逐步轉型做演員，演技開始受到業界肯定。今次能夠加入呢個大型動作片系列，被視為佢事業上一個重要里程碑。其實歐振豪入行以來，一直努力由歌手身份轉型。佢最初喺選秀節目《全民造星2》出道，之後以男團身份活躍於樂壇，同時亦開始接拍電影同劇集。去年佢更首次擔正主演電影《不赦之罪》，飾演一名犯錯之後努力尋求救贖嘅年輕人，演出獲得唔少好評，一度被外界視為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熱門人選，證明佢嘅演技逐漸獲得認同。雖然最終未能成功入圍，但業界普遍認為佢潛力仍然非常高，而今次能夠加入九龍城寨系列，更加被視為對佢演技實力嘅肯定。同時亦可能為佢未來電影發展打開更大市場。至於今次《九龍城寨之終章》整體陣容，其實一直都相當豪華。電影由導演鄭保瑞執導，主要演員包括古天樂、郭富城同林峰等實力派演員，屬於典型大型動作犯罪電影。預計會有大量打鬥場面同情感氣氛，製作規模相當龐大。故事背景設定喺上世紀80至90年代，講述九龍城寨面臨清拆前夕，
一班角色為守護家園而展開最後一場戰鬥，同時亦為整個系列作出結局，象徵一段歷史正式落幕。另外值得一提，之前亦曾經傳出日本巨星木村拓哉原本會加盟演出，不過後來因為外部因素同市場考量，最終未能成事。之後劇組重新調整演員名單，再邀請吳彥祖加入陣容，令電影話題性進一步提升。而家再加上歐振豪呢位新生代演員，被外界形容為新舊世代同場，既有資深影帝級人馬助陣，亦有年輕演員加入，整體組合更加多元化。有影評人分析，今次製作方刻意加入年輕面孔，其實係一個策略性安排，因為近年香港電影市場正努力吸引新一代觀眾，如果只有傳統明星，未必足以吸引年輕群體，而新生代演員嘅加入，反而可以令整體觀眾層更廣。再加上九龍城寨系列本身已經建立一定口碑同票房基礎，所以續集無論喺市場關注度、宣傳效應定係商業價值方面，都被業界視為2026年其中一部重點港產片。而對歐振豪本人嚟講，今次參演九龍城寨之終章，亦意味住一個重大挑戰。因為呢套戲以動作場面見稱，角色通常需要接受嚴格體能訓練，甚至要親身完成大量打鬥動作。有業內人士估計，如果佢能夠成功駕馭呢類型角色，未來就有機會進一步轉型做動作演員，甚至打入更大型電影製作。另一方面，網民亦開始猜測佢今次會唔會憑呢套戲再次衝擊電影獎項，尤其係最佳新演員或者最佳男配角等項目。雖然距離電影正式上映仲有一段時間，但從目前討論熱度嚟睇，外界對佢表現抱有一定期待。今日同大家讀到呢度，多謝收聽。